我係阿星，如你所見係一個30幾歲嘅肥仔。由細到大我都好鍾意食嘢，搞到買親衫都要買加大碼。幾年前醫生同我講話我有糖尿病，但係我都冇乜點理。人生苦短，梗係要食咗先，飲咗先啦。飲杯，正。喂，話時話咧，你哋記唔記得之前中學嗰個波水啊？我唔記得啊，佢日日都食好多嘢，汽水又當水飲，肥到成個波咁噶嘛。係啊係啊，我上次咧返中學見到佢啊，哇瘦咗好多啊，爭啲唔認得佢啊！認真咩？唔通佢50歲人先學人減肥？佢話佢原來一直咧都有肥又有糖尿病啊，但係咧一直都冇理過，又冇定期驗身喎，最後啊搞到要洗腎啊，之後啊先乖乖地聽醫生話。咦？點解咁似講緊我嘅？乜原來仲要搞到洗腎咁誇張㗎？驚驚地，不如都係驗身 check 下好啦。胡生坐，呢個就係你份報告啦。係，醫生啊，咁我個報告點啊？睇翻份報告咧，其實胡生你嘅糖化血紅素咧已經去到8.5%，其實就唔係控制得特別好嘅，而且咧 BMI 已經超過咗30啦，其實係屬於一個肥胖嘅情況。如果繼續維持呢個體重咧，其實糖尿病咧好大機會咧會越嚟越差嘅，而且咧你嘅腎功能已經有輕微嘅受損，可能咧要喺飲食方面咧控制下，同埋咧要做多啲運動啊。做運動？你睇我咁嘅身形，跑2下都喘啦。咁同埋我好中意食嘢㗎，最多我飲少啲汽水咯。咁飲少啲汽水就當然係好啦，但係其實咁樣係唔足夠嘅。咁咧要控制埋血糖啦、體重啦，其實飲食、運動啊、藥物咧都係要互相配合嘅。不過等我慢慢解釋俾你聽啦。係啦，因為咧其實當你影片中嘅糖友咧有糖胖症同埋中央肥胖嘅問題。糖胖症係指二型糖尿病患者，佢哋嘅體重屬於超標或者肥胖。我哋可以用體重指標 BMI 去衡量肥胖嘅程度。亞洲人超重嘅定義咧係 BMI 介乎23至24.9，而 BMI 等於或者大過25咧就係屬於肥胖㗎啦。而另外咧，糖胖症患者咧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風險嘅。如果男士嘅腰圍大過90厘米，女士嘅腰圍大過80厘米咧，就定義為中央肥胖㗎啦。咁亦即係我哋俗稱嘅大肚腩。咁數據顯示咧，多過8至9成嘅二型糖尿病患者咧，佢哋嘅體重咧係屬於超重或者肥胖嘅添。肥胖會大大增加我哋患上糖尿病嘅風險，因為肥胖會導致體內對胰島素嘅敏感度降低啦，令身體對胰島素嘅需求增加。久而久之咧，會對胰島細胞造成勞損，從而影響我哋血糖嘅水平。而當身體嘅血糖水平超標嘅時間咧，就係糖尿病㗎啦。過多嘅血糖咧，亦都會轉化成脂肪積聚喺身體嗰度，造成惡性循環。肥胖咧唔單止會增加糖尿病嘅負擔，更加會增加患上其他疾病嘅風險，例如高血壓啦、心臟病、中風、脂肪肝、睡眠窒息同埋部分嘅癌症。除此之外咧，糖胖症嘅死亡風險咧，亦都比普通人咧高好幾倍嘅。咁所以各位糖友亦都唔能夠忽視糖胖症嘅風險。糖胖症患者喺藥物選擇方面咧，除咗要考慮控糖嘅成效之外咧，亦都要考慮到藥物對於心臟啦、腎臟、肝臟嘅保護，以及對於體重嘅影響。因為部分傳統嘅降糖藥物咧，其實有機會增加體重嘅。根據國際糖尿指引，亦都提到，如果糖尿病患者希望控制體重，其實可以考慮一啲唔會增加體重嘅降糖藥物啦，例如二甲雙胍同埋 DPP-4 抑制劑嘅，甚至乎可以考慮用一啲具有減重效果嘅降糖藥物，例如 GLP-1 受體促效劑，以及係新一代 GIP、GLP-1 雙受體促效劑，以及係 SGLT2 抑制劑嘅。當中 GLP-1 受體促效劑同埋新一代 GIP、GLP-1 雙受體促效劑咧，係一種經皮下注射嘅降糖藥物。呢一種藥物咧會影響我哋嘅中樞神經啦，抑壓我哋嘅食慾嘅，亦都會影響胃部延遲排空嘅時間，促進餐後胰島素嘅分泌。同一時間亦都會刺激我哋胰島素嘅合成，同埋抑壓升糖素嘅分泌，從而達至控糖同埋減重嘅效果。
當然咧，除咗藥物嘅控制之外咧，飲食均衡都非常之重要㗎。加上適量嘅運動啦，每日至少有30分鐘嘅帶氧運動，配合無氧嘅運動咧，對於血糖同埋體重管理係非常之重要㗎。最重要嘅咧係持之以恆。糖友記住咧，要不時同醫生有密切嘅溝通啦，講出自己嘅需要，同醫生商討一個最合適嘅治療方案。醫生同我解釋咗肥胖同埋糖尿病之間嘅關係。我越肥，病情就越難控制，但係我唔想再困住喺呢一個循環度啊！我嘅半年血糖同埋體重控制計劃，糖化血紅素就低於7%，BMI 就低過30，每一日行1萬步，星期2、4、6就去健身室度鍛煉，減少碳水化合物同埋卡路里嘅攝取，增加翻蛋白質，按時用醫生新開嘅針劑藥物。喺生活調整配合藥物嘅治療之下，我體重輕咗10磅啊，成功將 BMI 控制喺30以下。而醫生話我而家嘅糖尿病亦都控制得好好啊。呢條路係好辛苦，但係最緊要都係堅持。而家見到成果，我覺得之前嘅辛苦都係值得嘅。糖路由我自主，活出更多可能。